好，你一開閘雙贏少少慢向尾二到啦，咁啊仲有隻管之後都係嗱，位置變動上面都冇乜喎，咁啊龍旋快響第2位啊，埋邊啊怪獸叉燒包裝旋風啊第4位，第5位埋邊客家之光外邊一支箭啊，中間呢大約第7到啦，紅衫有八進笑聲啊，外邊冚橙衫有爭金奪冠啊，響入邊等緊位呢，仲有橙衫藍眼罩雙贏啦，攝內欄喎，幸運同行釘大外檔係至多多寶啊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呢，耀昌盛世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呢個時候。龍旋快開始拍上嚟挑戰啊！緊隨其後有客家之光啊，外邊啊包裝旋風啦，馬林中間揾位即係有雙贏，出邊啊八進笑聲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耀昌盛世仲有一個馬位優勢，龍旋快第2位，中間客家之光外邊八進笑聲中檔位置包裝旋風大外檔做風火行雲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耀昌盛世埋邊到唔到呢？放咗出嚟跑，似乎到嘅機會好大啊！外邊追上嚟噶嘛，風火行雲。基本上追得一隻馬可以咁勁嘅啫，咁啊至於中檔紅衫嘅八進笑聲拍住，咁啊埋邊有包裝旋風就比較接近啲。把道啊，叉足電翻嚟同你贏。